村校廢墟探秘，不留痕跡影靚相。廢墟一直都係攝影嘅好題材。Phoebe、Stonely 同埋阿蛋就喺 Facebook 成立專頁，同大家分享遊戲人間嘅小確幸。一幅幅城市廢墟照片，嗰啲曾經喺香港活過嘅地方，已由石屎森林長成迷你森林，究竟佢有咩魅力呢？咁我就比較中意靜嘅，咁因為之前喺外國讀書啦，咁翻到嚟香港就好唔習慣香港啲好嘈啊，好多人嘅地方，咁就成日去呢啲比較偏僻啊，或者係比較難去冇人去嘅地方。睇啲人嘅生活過嘅痕跡，跟住俾草覆蓋咗之後，就好似一個冇咗人類之後嘅世界咁咯。睇翻啲舊嘅嘢嗰時諗啊，之前嗰人係點樣生活咧？廢墟如入無人之境，會唔會造成環境污染呢？我哋去廢墟咧就唔會公開地點嘅，但係我哋就會喺專頁入邊留低線索，等有心人自己發掘啦。同埋去到廢墟，我哋又唔會破壞，又唔會留低垃圾，帶走嘅只有相咯。有時啲地方去可能2次，甚至乎超過5次，每次去嗰時都會覺得有唔同㗎。譬如有啲可能俾人喐過啦，但係大自然嘅變化會大啲，有時可能啲樹啊葉啊會高咗啦，有啲甚至乎可能會俾人剷咗啦，又或者可能打風嘅時候成棵樹冧咗見咗。